各位听众，在今天的广播书场节目时间里，请继续收听由已故著名评弹演员徐云志和苏州市评弹团著名演员王英弹唱的长篇弹词三笑，请听第53回。想不到红山再到送水来，那么你当中做主山的稽查交关好。师傅们娘呢下来了，嘿，为要审视的一副张力，所以现在那当家里向真听郎向们身上的举着嘴追问并分证明，上面一个做主山，做主山提下来了，讲章啊，给我夫娘呢，你吃饭到给他来，你是来问我他一个话啊，你牛也高吃讲的，没还呀？所以你早帮哎，别杀，好好。哇！我个老头子做主帅，不叫你做艺人。既然你说的要拿个我们要打出去，那么你还有平居人。既然你说的我就是康熙，康熙嘛就是当人，当人让你父老乡做农人，那么你平居哀遇到平居，经过你拿当不红大主席。去年他80岁，每生到我府中。自己西藏美生问题，马生问题，没马生问题是2大部，你拿出来，王世生了父子里都写上了哩。这晓得对不？经过大主，被我说，哇，尽快等我打的嘞。我别跟我当把火大主其实来是10不过去，太里个台，所以要紧拿着马身问题拿出来，拿回去。是谁最高来不是拿个咱马身问题的到手里，带我来看看，你上次我当。各种邻居联络了我的是相当难为人，都苏州嘞。你不来看不特水不来看啊！我只拿咱马身问题拿过来牛肉胃里上点，那么孙老夫子啊，祷告听听，给咱们2大部晓得说你立马身问题，康熙为人父母伤亡。到上至对亲母舅，那些母舅去世，举娘在酒，说军高人啊晓得了。若是为主拱手，在小最如让20小不能一个，内与都3公一头，那么2双，子一双，不叫不4块，哈哈哈哈哈哈！这些专门拿手毛身问题，这个衣裳长啊，绿落龙顶虎口之容，是由毛着相符为薄。当日3面一面，身价50两，身在张望中这地气息，衣着将来都有之费，可得少日来。假日刚收到民国长官为3当郎，要么龙口举都一日不到西山到王头里家中居日，3个都是通手的这个。1年1日不塞，3月15次日既生，马玉之日听命改名死后，倘不合意在，也可以插小费子，哈哈哈哈哈！房子嘛，插小费子，人好插小了费子。为于什么是？倘与送上赐额，没来等人，过于提名。哎呦呦，这个是当票龙虾啊！
空为府兵，列此马生门起，杨忠伯移送王进，对火阳。王进么说你门上人王进是当年的一所梦，已经对他的恭送，恐要对他们说着相违，没这么的，不必。康熙，哎呦了，他是。那行康熙的名字我的啊，不火阳，再重要，谁背儿？这让背语的火阳做到背语的的心法，哈哈哈哈！哎呦呦，这个一滴门门那行是火阳，外面的一滴门，他那是讲的费力江水一滴门。这是小事，这小一点么？哦，费力江水一点么？这个小事体也叫得一点么？没得，那他是个真小事体啊！你了让当的事体啊，不用上都么走这个病门给他一回啊，不用上一对。谁家都到平门的门口给他们当把后来让平门被听呀，听见做姿势的声音是用上一个字里头到高来里妖精冲出来写起来也那个到里下去，这张平居虽为不要紧，去查他们还能不用上啊？至少唯有将美食问题了道理必。不用让，这个一张是马身问题册之后当银票了是一票子，嘿嘿。那他是你真的要想我当不好打得起，哈哈哈哈！今朝不是做姿势说一声，进门开头，你老他是为是要思绪了，为是要孤绪。我要做姿势练得很了孩子，思绪比真的样，思绪们偶你开复名人党请众生有来，但你开名人党并立。旁边追问并听见子啊，他让安海些，对阿五子妈妈那门开始流金个，可是我没想到啊。你了让杭州到地之间开名人堂，却让这这儿趟子，开枪处理也想做胡来来噻，那也不少，看你今朝哪做法子的？胡来来讲，这个是思绪，无须比怎样，无须没什啊，但你发堂上去对的啊，我做姿势可以告你了，他是啊。我与你的很累，告我告我什么？我告你不个事，怎样把我事？那行不个事啊？哈哈哈哈哈哈！这马事为动啊，必良做戏。我有点凶了黑哇啊！我与公民都是人的，拿得来这懂儿的一件错事，必良做事恨啊！干嘛做姿势呀？还给大家试试看。鼓掌中到底我红色比你来的少些，发堂的人没好，既然是欲说下发达，待人可好没好，亲笔亲笔。第二讲，老老还第一讲抓我子偶性，我只想你还打门家回来，我是个被动儿就被在吃醉了孩子呀，你们还第二讲，我的从脚被吃的了。人家不来这来话就快点学回来了，要挖我来着，为啥得饺子了？
我来了离开山上。哦，那我明白了。怪不得方才我进来的辰光啊，一重一重门才关起来，我的佣人一家不让你都进来，明明都有心也傻苦满了，怎么没好呀？我背也打好瓜子啊，将自己进来，我一抓，我会搬出去。我老老10里个力气来，立功老夫齐备了。我老老力气来往瓦是最么做姿势，一想我是个跟前才是基础的。我走之后面为把面对准这身上的追问兵口口一人多求啊，身上的替追问兵有件枪锋上袭呀！啊，老太师，天息怒气，不是非，不是都是小头当人的不好，恐能给开生命的不灭，不要去了啊！本兵要真追过来，勒师傅，不要动怒，开在本兵不灭。本弟子们不让我服侍，这位置啊！老王宇在身上的分兵公子一拉蛮多个面子啊！爱惜的做姿势，为要得罪我夫人容都拉我服了。为过来么大个女的为你受定，哇哈哈哈哈！哎呦老太师啊，你哪走得出个你？哈哈，做姿势但你屡屡不想想哟！我。这个叫啥？罗宁呐，屡屡不想想，身上的想法就是我来谈一个情吧。啊，老太师，岂不是非，不是都是这一路的当然不好，千机壮士人一笔勾销了吗？别刚才，这桩事体嘛，真是才是我高上次当不好不好，我来亲自个谁？我来了想，我不是叫他做姿势啊，我实讲了嘿呀。恭喜老王与身上的人啊，一时嘛没喝，不记得我都当保护在道德龙定镇，相府里向做师徒，十分够气。我此番到苏州来是等了我里到了高些，别讲一句话呀。我说哎呀，去那个秋香再得来，你是没喝，我是等了高些。现在我刚才做姿势，觉得哪个吹响搞出来了？我看见吹响抓把一把头里来追啊，到相府里去搞不来高些，那吹响来了。假使当不后的一吹响来陪一个谁，有肯吹响不来打水。假使当不后的吹响非要正行，我养杀吹响好了。恭喜我家的门做姿势，他个吹响。是谁？老太师，谁先不要问你去讨当人，都要老太师。我要问你去讨一个去下。哎呀，老太师啊，这刚说起来，你当我做姿势是个瓜子中，干忙对你问我讨个去下。这取下是我面上面都要分开几些，拿来问我讨个取下，都是上里门的规矩，然后了上我的基材，那这里我将取下上于当人，得了化作，得了取下一本世道，岂不是要分离去他？那么老太师啊，你一说个这差在哪里？你若取下心里扭扭，上不了当不好啊！那么一边走之情嘛，女子家三从四德，三家送夫，出家送夫啊，夫是嘛送子，这里当然要跟男人走，不跟男人跟上人呢。哈哈哈哈哈哈！这个我上说的太公文在，我来了讲都是做姿势的，我还是很忙问的。
如今不必动言动语，命去向为必来继我。去向，别过了，他是偶然给到家女府里向去向不问。别讲当把后走来嘛，当一位家女夫人走来，所以去向两个字被毁。那面父老乡们就去向得知当把后府里向来，大高在这家女夫人，啥人要ให้去向嘛，你立好一个规则，一个是当把鸡光。哎呦，可是我还是去向。老夫叫了去向怎样？老他是王是那样不晓得我你此地个规矩嘛？那样就不知不识了哈！假是这样还去向依规则而被放个屁一混，可是我也看你光着我。第二个去向体力出来不被放。既若如此，命既有夫人为必来继我。把女夫人想杀命啊，与地不大通了。请既有夫人为必来继我。请是请不出，女子家出归龙去，不能出来。来也干了，老弟弟。来到老夫亲自到里边接他不仁，你如果再想个身份，我去接你呀！没好呀！今天老太师李想去接一个家女夫人好的，好哇！杨少啊，我到李想家的帮队去向嘛，一把通知你出来的最嘛好的哇！那么准定老太师要去接你，好，你得进去。来，是。即将当先出来。那么你临想要到李想接夫人啊。是的。那他是你跟这个东儿进去好了。来想我到李想去嘛，估计就想拉出来。不晓得李想做主谁不好一个不国人来呀？你进去是不认得出来的呀？你起来，你公老夫起来了，跟着当先进去，弄得身上的举着追问兵分证明发动，门的做姿势，这么说了进去怎么难？我只是恭喜么里动起的了进去。兄弟们，我好个秀出来，戏好一张不都是我好嘞？就啥个意思呢？讲给你听听，姑娘。叫天机不可惜率，为你毛鬼子了喂啊！我来跟这个当先进来嘛，做姿势我是为了布置好了。但像这个当先连这个红色去对一个球子。临刚一扎听，时一扎听，晚一扎听，雨一扎听，像上午来多少对子敲不扎听，对到无用的。是当家里想听到雨是安心的啦，并非实在嘛种五六扎听，那么拿对对的都呢，就起码个靠别人你负责人家你多就在，比方领导你给扎听啦，像雨中用人在不弄了啦。我来一口毛死我了才是干，现在对过去嘛，这被动儿一出来，三个西的了大古镇那个无有，你都死我多了，无有，刚上不得两样子，现在对过来，牛是个啥品，来大分享的呀，个沟通是我好的嘞，那么这刚说起来，我来比是我私人的嘛，对我不晓得个，但也晓得个。另外一张听天津里向有两口白皮松日这两口松日法绝特了呀。对过来看见衣裳个两口白皮松是认得个呀。现在对过来衣裳也看见两口白皮松急呀！当心一口没不灵在，他是在林里对给大的呀。我来急了就要把你挤出帮在。这下的领导好有力气吧？对了，等我给他来啊！
跟这个党性啊，加上往中花园里来，党北湖里向个花园是布置的结果还是要警告呀。当这个党性林子里呢，高山洞里下去堆来堆去，我来是对了，一时想掉了身处之龙白等当背，若大为有了分地上去，弄得我再想走高山洞这来，弄这个想掉花的。哎呀，这想着在我对到屋里我都不认得出气了，你我只要上足之三个当来着哈，那到底想着怎样？过来一口一斗狮子火枪啊，接那一个月门面不月，月洞门啊，本地是得旅游了，到了月洞门，哎，这是不够的，那月老是这个，当心林子下来了，整个不够的个月洞门啊。门中个不响，打进来个不够的个提醒啊，既那不中不这水金刚，清水不干嘛鱼啊不呀，不清不白不红可不就是不讲鱼，这个我们还不想看，才是不掉的人啊！这个名堂啊，叫比目鱼，叫天上内生比一鸟啊，地下内出比目鱼。当八号是出名李夫郎叫当苦儿，特别个么子没多，我来了是养多啊，不掉的人了。这个俺原来是你当人啊，叫啥一米没有5人呗。一米啊，下坡1人1，市里下雨不掉的来，这个还不像下坡1人1啊，那市里下雨看得出一等上，他看得出个2个半条并拢来一条鱼嘛就比一条了，来一看我府里样不，当不好啊，内府郎的可举吧，对起的来一口，太极那不行不去。大家不当
我屋里向还有一只落梅的，洋洋实实侪是梅花色的。但个只布服当上来了一看，侪是不一样的一个么子，这不里想得出啊？谁那想的不清与不白，我俩不露与不散，不是不我，不离不隔不明传。不是对立分两半，不过激，不看算，不屏风，不分班，不当然，岂不？为此我府里像一个恶女，今日不在于主动来，为此我个恶女吹响今日做半年失动啊！你说的哎，这个吹响不得了了。后来后事妹妹吃来让配着呀，但没吃哩。谁那布当啷向一看嘛，这个一扎他是半扎的，不是一扎的。跟来了像我手拿手法呢，我这还手半个身体的哇，加上你手一半，要不是那不里想出来了，这是我呀。加上个掌心啊，有劲温带理想，天气弄还半扎茶盘。半只茶杯，那么茶杯要流出来的，加上搿种杯子啊，刚是夜里向停下出来，但还半杯茶，做娘转起楼来啊，不能一步一步转的，加上转起楼来要半步的，再过上天不没老在的，上心转出来嘛，转到下来那个半边，这是半个身体，爷爷，请用半杯茶啊！哎呦，奶奶这都是半来呀。那么我在不找谁来这个不背，这个要劈他一步啊，可能不来管。神代中是一步啊，三抓这头是吹白茶啊。这到水里向，我给小开了一口嘛，是头不白茶，可是我话一口不能喝个，这还不口。这不可以喝嘛都，沙把水杯嘛。来了，总局长等了给他们大衙门吹下来见我啊！闷闷懂儿，我讲娘呀，要姐姐有夫人，可是在此际。卫兵娘呀，为了哪里想的嘞？为了哪里想了？那是对这个话不认得哪里噻？立起来嘛，当心邻里过来对到闺蜜呀，一扎拼。这扎拼叫玻璃厅，宋的老明热辰光是个玻璃是宝贝啊！还有这玻璃厅那像，这辰光种玻璃嘛，叫说黄颜色的鸭鱼、蓝个鸭鱼啊，红个鸭鱼，放出来就是红颜色的了。这个半边那个种窗嘛，才是明目，当中一块闪黄色的小玻璃啊，你称叫玻璃厅。
一到玻璃厅上像是孤灯结彩当中一只毒人，作为一匹出对离心地推推的血饼，四个用动狮子雷针，自内加以若计施就是个大灯，一笔彩只一笔灯，灯彩鲜明。我来了宫内这阵当中的这毒人上想去烧饼。当心追过来，只年个只年拉上队，我今年个我今年拉我队，我今年个我今年拉我队，记住只年个只年拉上队，可对的。拉很动呀，这个动儿啥个称呼嘞？原来想把你想得没对，当心得没聪明的呀。只年个只年拉上队，当保护么是我个只年，你们是你都要个只年。还是只年个只年了，我第年我当心了，你当中要的是我第年，你当中要了，你想要的是我第年，还是我第年了？老一想你得聪明嘞，哪不得称呼出来？哎呀，我了！要是只年个只年的，立起来嘛，哎呀，啥弄我一锅子白了吃的呀？那咱弄不明白起来，那是我出去呀，不够出去，别瞎唱，也是做主赛机出来的，也唱错他啊！实在做主赛呀，也娘的红赛呀，烧得个好事腿，这狗血与中地上说起来嘛，挪那一锅子回了玻璃厅上要1个钟头，干一起吧，来，多黄布。你到防部了，他老是才晓得个，有不少同儿是磨米肉了，你告诉我告诉你收出来，我来不看见你多个被同儿拨弄了，想要让到防部长，想要到防部收的老是平常做到呀，想要后期太子队的要到防部哦，我要让你到防部哦，要来让到防部。我来在围沟来收平门，眼睛闭样神。哎，想当伯父啊，你是哪个福气来这个小姨？后边啊，带个府里乡来做事的，这个想让我等了府里啊，来做东儿不够实地呼吸呢。眼睛闭了我那面目啊，当伯父等了我府里乡各种那个当辈东儿当辈啊，已经没漂亮的呼吸啊。分享这几家老最个女的啊，把上面的声音来着呢。啊！相身上相是我体相一口的来了面前逼弄了一口当保护啊，为了嘻嘻我那个中长辈啊，一个6日分出来嘛，当眼立起来哈啦啦等这个话嘛，来想到出一出啥戏把我看看立起来要想去这个当保护嘛，这不是光叫你要立起来嘛，理想声音来的当夫人出来拿出来老要就围过来收听，哎呦，曲项的身份都得不得了嘞啊！夫人出来拿出来嘛，放过去一口嘛，再看见2个额头，这个2个额头一样长，一是当背身上无人才是大红的衣裳，水里向下弄么子啥么子那个种地龙香，都先不啥看见的，从里生外面里出来了他拎了水里是地龙香，拎了水里啊，额头嘛也动了，你谁的啊动力的啊，当然让我跟你想搞对象，而且我的对象搞好了。同志过了追上来的想要门里，想要的上的，我得去想要客的上，我得去想要客的上。我了少丁铃上，小想要一对我就立起来，立了2旁边，那个对象搞得衣服等，过来了像当神王了一样，是流过了啥龙发明白起来的，对象你的喷香，大家连老不想的呀，写字也写理想，当。
拿出来，夫人出来。哦，瞅下那个身份啥子还多呀？一口嘛，也是一对我的身郎相扎，落衣裳，也是一色当被，水里向也拿么子，搿种上顶的民国灯了，红的与白色手的里向插着蜡烛底下了，搿种民国灯侪是大祠堂里向的，那也去弄得来啊！追上来，想要了啥的，我得去想亚克力长，想亚克力在。了少林岭上，呀，想呀，立起来，也是两旁边分开立哈，里向当当当当，夫人出来，拿出来。你看嘛，也是一对我的身上一色侪是黄衣裳的，可里到最后来水里向拿么子。一个我的水里向拿一张边肉的石衣啊，一个我的水里向拿一把新的手布，我来了不懂啊，石衣了手布了，啥头面是替石衣手布来不过了啊！想想啥的，我得去想亚克力上，了少林岭上，要呀，那是你想看的这个人，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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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出来！哦，老一个把子带了出来了啊！一里就不说我的，想啥的我得去想个的，可以。了少林岭上，两旁边分开来，两旁那我来了门的立起，立到玻璃厅啊，是一条乌龙堂。我来了像个往里乌龙堂的地着的啊！哎呦，当伯父啊，你是干个啥呀？府里向我的是干都看看谁是没标志的我的，说为这个府里的取向才牛来做农人，这别想不懂。这哪是当伯父府里我的是干都啊？各种我的谁是教得来的呀？说紫色想出来的，身上的大几贴上几个标志个。很证明道理，三位出道理，加上两位举日句我里顶到，因为举日句啊，你脚上个上，那么你呀，与众中人家这些个是那个别致个小姑娘，在马巴里呢，你才当男用上个啊。那么何报谁美人了他都是看自己到面孔了，所以你我的顶到在脚自己接得来个。从杭地了，他出北里先又来到西北里下去最好的那个哟，那个走西不来我来看呀，来来也弄不明白哪个道理。里向哪是当当当当当当当，拿出来，来来这样跑对太刀在。出来的，北极曲线，深沉为寒冰要为他吹。可里当北，
礼物，哦哟，不认得个噻。我的七彩真啊真秀，深处我的心老。对曲项看看说口啊，咦，说个口子，你说不执着个，因为口得了个嘞。家的声音来去。课那个课还不是真课了，还是高课啊！到龙不动起来在本地做了那个后事来，这个头发那个曲线一考试还有那个好啊不是？你这个课一课眼里面都出来的呀！他比那自然瓶中的露水，谁的那我了心的好媳妇，那是好300噻。4个屋的呢，2个嘛，一个嘛拿20箱，一个拿红酒袋，还有2个父子个为夫人。一个屋头上来拿红酒袋了，乡衙门的地上向一抬，这个2个屋头手一松啊，崔香有劲追过来，要掉一身上，先被崔香记下一开的不哇！来了，这人上好，更是不忘几句啊！哎，你来搞些呼吸呢，是要呼吸的。我是别人真啊不肯的，放在一个中午的山，然后夫人出来，拿出来，孩子个被窝里，又讲我想要啊，自家成小皮吹香，来了这上好。吹香期待自个。这个2招希望不能实际滴滴，天是牛牛啊，真是为春生人的水。忙正火来了，神尼说沟通，灰马骆驼将木头浪向一打，打了我们就说鸡腿鸡鸟，要点的不牛的。那是后世观音不是？啊，不牛。耍个不牛，我晓得吧？一定是那不牛跟我走起，不牛我还当做高牛夫人这个小姨，我为了去做我的，是俺不高兴。慢慢立刻，你讲不牛，去向怎样不牛？要掉了。
红子雪白心。梦陪我你第二笔为要我了啊，那不能说得出啊！假如我爱不牛是哦，什么意思？老是终身新娘来做呀。你为是第三人为啥啊？你跟我不对了呀，别是我对的啊！哦，新牛做压柜怎样呢？下雨呀，老婆娘在杀鸡是老牛在主身记得心。哪里我来？太心不足了啊！你是一个丫鬟，嫁了当然因为既有夫人了，与我一同为主府中成就一个趋向。我家没有女儿，倘若我有了女儿，嫁了当然也必过。是此的了哦。崔香对你毛毛，我谁的那个觉悟啊？这几岁该看了了。今日谁知弟弟身上女儿配对错。我玩比方给你听呀，这个讲吊身上，这个一个帮已经行的有的。有警察哒过来啊！岳父大人身上，不要比起岳父大人配对。哎呦，当帮啊！哎呀，那个别比他儿子吧，说讲岳父大人啊，你讲了哪点？
我来打分人呐。啊，小大莫比就手吃起嘛，各种说出噻，主要是地龙家的，我顶是那份人哦，我讲要是我个那么有钱噻，那么那哈龙花呢？哎呀，像一个有经验分来，我进去啊，我来了估计这个红叶底起来，身上的进家不来是，也想着张伟出拿回来，当八红的功夫啊，是红色的青膏，我像个老老到市里来。我觉得张伟出来着，把那个儿子张林张某进去求子了。张某进去要是那不可以死干了，要出去吧。那么听子儿子的我有件啥负责来参与，吃药不到听朗向，做出三十个让子干对你要是进去吧啊！这回娘的人子女婿的人吧别讲了。张伟出有件进来说到鼓里听更水一口啥子计较，屋顶嘛发发说说。哦，那时候当保护局来了，为个也没去想完，做主赛官专公关，不能进去吧，等了我师傅议，不然给我不厉害了。请假请了，老听见还请假请了，对起来个张伟出请我，把张伟出商量口，哎呀，人别人。请我请了，请讲一地各所北京之地啊，谁别的龙红之房啊？把孙主来的说起，呀，我来一听上门上，听高公啊不良给我本来，一地各所北京之地，谁别的龙红之房？晓得，你听高关心。人人有那各种女婿啊，啥是可以演的？分人是来插着干啊，究竟是当八红门才子，各种男的就可以演啊。将来龙后之希望，那俩儿子，哎呀，长嘛像种事情，我们当八花一上干法，演吧。女儿一世永大人就一声哎呦，这样一来嘛，谁知谁想本事就是何此来？